市定古迹嘉南大圳詹文溪渡槽桥伫昭和4年完工，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当中规模上大的一座输水渡槽桥，对农业、交通以及经济发展拢有重要的贡献。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费时2吨外进行桥体甲桥墩修复工程，伫今年5月竣工，目前正伫咧验收当中。台南市长黄伟綽关心修复工程的状况，亲自前往视察，检视工程的品质。这个渡槽桥这个部分是原来的台一线省道，好，那已经有93年的历史，从1929到现在2022，已经93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这个整修特别具有文化上、实际上还有观光上的观旅上的意义。这摆修复工程总经费达5200万，其中文化部补助3640万，将对桥梁歹去的零件进行替换，以及桥面甲两边护栏进行修复，并将桥墩补强，强化桥梁的稳定。完成了后，不只会当带动地方休闲，嘛希望成为一个新的观光景点。那也希望说，我们经过整修之后，这里成为另外一个打卡新景点。尤其这里看，夕阳夕照很漂亮那也希望说大家来看这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景点。我嘛是拢呼吁介济阮生化区的里面拢有来迄个做这个休闲的运动所以呢，这带动地方是真好而且呢嘛是会当带动观光。文化资产管理处指出，工程拢是以原貌修复，并结合周边已经完成的景观工程，提供民众前来探访，共同了解嘉南大圳的故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